哎呀，你也来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未来的老丈人搞的，讲这是美国范儿啊，国际上投资界都这么搞的啊，投资人坐在那边，这个讨钱的呢坐在你这个地方，每个人8分钟童叟无欺。你这个未来的老岳父蛮有腔调的。我哪有什么岳父啊？真的蛮有腔调的。我叫李杰，今年27、28，不对，29。你先别紧张，你到底几岁？29。你好像再给点水吗？脱口秀来自于美国，它和咱们上海是一样好的。咱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脱口秀？因为俺妈有一种病。我经营老姨妈辣椒酱，这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奶奶妈妈从清朝传下来的，创业出来的，味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，大家尝一尝。哎，我不吃辣椒的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，好，谢谢。未来世界什么最贵？时间。什么人的时间最多？没钱的人。那时候，风险投资的概念刚刚进入中国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那些漂亮的名词，那些让资本翻数百倍的传说，挑动着这些民间资本者的神经。投资人，多么高级的名词！他是伯乐，也是给予资源和金钱的领导者。这种高高在上的掌控感，让这些并不懂投资的小企业家们趋之若鹜。那这个哟，李雪王，欧阳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上回你说的那个芯片材料这一块啊，我们没什么大兴趣。8年才能回本，13年才能盈利，这生意怎么做？但是盈利以后可能会翻300倍哦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看你形象这么好，又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做金融吧，你考虑一下啊。薛总，怎么样今天？这位是欧阳。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听到你们谈话，您是做半导体的？嗯。看你眼熟。我是米舍王。ASE 的米舍王。全世界最好的芯片材料公司也缺钱。不是我拿不到钱，只是这里拿不到钱而已。其实 ASE 已经决定投我了，不过算了，就让他们投我吧。可能我曾经的老板是最了解我的人吧，就像最了解领通实力的人一定是 Bray。看来啊，您挺了解我们。黎东升，总也来了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于总，了不起啊！早些年，60万人民币做了一个网站，一转手，100万卖掉了美金呐。听说又做了一个网站，没错。我听说了，光买宽带就花了2个亿。哎，我女儿是红木资本的，他们马上在上海成立一个互联网专项基金，我女儿特别看好。听说你还没有结婚是吧？目前还没有。另外我知道欧阳子夏，能在美国风投界做到这个程度的中国女人，屈指可数啊。以前远远看过一眼，美的的确可以出道啊。这位先生眼镜擦得挺亮。
猜猜，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？清华经管。北方戏剧学院表演系。表演系，看着就像个演员。可惜您没去。您这么漂亮，去了还有他们什么事儿？果然是传说中的李东升啊，嘴巴这么甜。幸会。我李东升融不到钱，开玩笑的吧？借我点运气吧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、中国互联网协会、人民网、新华网等17家单位共同主办，人民网承办，迈出了网络媒体版权规范化的新一步。同时，搜狐即将宣布全面盈利多元化。进。李总，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。小王，现在账上还有482万，应该很快就有进账吧，否则撑不过3个月。先给我拿80万。啊？放心吧，有任何问题我担着。去吧。Hello， 喂，是我呀。好久不见，睡得好吗？下午睡什么？你呢？准备睡了吧？没有啊，我在去林夕家的路上。现在这么晚？嗯，我刚下班。是去告别吧？或者说是暂时告别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一直在关注你。听说你要回来负责红木资本的专项基金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消息挺灵通的嘛，我爸说的吧？对呀，碰到他了。他还和一个以前学表演，现在做互联网的一个帅哥推荐你，不对，应该是推销你来着。我爸倒是越发的荒唐了。别这么说你爸，那人还挺帅的。你倒是很少这么说话。有时候吧，这一不小心就吃醋了。好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当然我对那个于总还挺好奇的。好什么奇？别逗我了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跟海潮、林夕一块儿回来。我记得你说过啊，你再回来的时候，就会考虑咱们俩的事儿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啊？说过呀。你和林夕说过，林夕和海潮说，海潮又和我说呀。你这都几手消息了，来源准确吗？千真万确。想跟漂亮阿姨聊天，小脚。哎，你们3个别看了，快过来吃点东西吧。是的，这腿，你该减肥喽。这小子好可爱呀！快去快去。哇，乖乖要睡觉觉了，好不好？海潮越来越有情调了，还有蜡烛啊！对啊，还有我特意给你们选的红酒。哇哦，林夕，行，快来快来，来了啊！对，我看我去了啊！哎，快来，小宝，来，赶紧的，干嘛呢？你可真让人羡慕啊！真的羡慕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当你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就证明你有情况了，是不是？菜，哎，你看你笑成这样，肯定有情况，是不是李东升啊？圆梦重温了。重温什么呀？我们都没开始过。这个点儿
来讨好你，肯定是知道你要回去了，想从你这儿拿到投资，对不对？被我猜中了。我是做互联网投资的，他们领通是做芯片的。我回去怎么发展，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呢。别，千万别投我们领通啊！我跟你说，投资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投资人绝对不能跟被投企业的 CEO 谈恋爱，否则这成什么了？不投呗。而且，这次我们测试做得这么好，大家都识货，我们不缺钱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那既然不缺钱，我们的海潮总能不能给每位太太发一点补助啊？不太多，每个月1人$1500，就是给他们在硅谷找人帮手，带孩子嘛。那太没问题了呀！我以前没带孩子的时候啊，没觉得带孩子有多么难。后来又带孩子又工作，我就发现我真是拿了2份全职工作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待会儿我就给李东升打电话，立刻发钱。谢谢海潮总。谢谢，亲爱的太太。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可算是落地了。真好喝。哎呀，小宝贝儿，真好。好吗？你跟林东升也会这么好的。哎，不过都要回去了，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呀？真丝吊带睡衣之类的。黄立新脑子里天天就是这些事儿，你看他。真丝吊带睡衣，咱们刚结婚那会儿，你不一直都是穿个这个给我看的吗？哎呀，我看也不怎么好使。你不是去洗冷水澡的吗？这事儿你怎么也知道？你告诉他的。哎，你有点太过分了。真希望我跟海潮再回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经常在一起聚，一起玩。你最好赶紧生个孩子，让他们俩一起长大，一起成长，多好呀！对啊，这2家人在一起玩多有意思呀！而且，稳定的感情生活对于李东升成为一个好的 CEO 也是有很大帮助的。你们别在这瞎畅想了，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呢，孩子的事儿你们都安排好了。那有什么呀？说有就有了。来，给我喝一个。赏你可。你们这儿说走就走了，我要想你们的。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就是了，去中国看我。好的，当然了。这挺贵的吧？是不怎么便宜。作为一个北京人很难理解，但是你从上海长大的，应该很喜欢吧？这墙纸新贴的？我自己贴的。上海这么潮，贴墙纸做什么？英国也很潮，这是从英国订的。防潮会做得很好。紫色还挺有意思的。我知道你喜欢紫色。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。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今天很奇怪，可能是因为金脑子小吧？我觉得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说，东升会不会又走到他的老路上去？老公，
黎东升是你选的 CEO， 你应该相信他。走，睡觉去。在干嘛？醒了。啊？我呀和几个朋友弄了个网站。网站？现在啊，已经没有人投芯片了，要想弄到钱，还得是互联网。哦，是吗？之前远航的事你也知道，网上说的多难听啊。现在呢，这个市场就这样。但是海潮的测试不是已经成功了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国外那些机构现在就等着我们把账上的钱耗尽，他们在以底价进入。你像灵光药，巴不得我们这帮人持股的比例不到个位数，到最后赚钱的只有他。还有你爸，去阿图，什么都不懂，哪儿热就去哪儿。可是做芯片不一直都是海潮的梦想吗？有梦想了不起啊，他的梦想得有钱支持。现在互联网是风口，你像高盛、森林，也包括你们红木资本，都对互联网设置了专项基金。芯片呢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有办法，就不会这样没日没夜的忙了。我融不到，其他人更没戏。Financial Free， 金融咨询，具体呢？具体的，具体我有我的办法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海潮说啊？哎呀，张海潮同学真的就是好好做好测试就行了。东升，我是觉得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。我没有不相信你。你听我说啊，为了可以让张海潮做通讯芯片，也为了可以在这个惨烈的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，我真的是已经费尽心机了。知道。你知道，那我们去睡觉吧。等明天我带你看看我是怎么组建团队的。你这是盘了个网吧吗？不然呢？计算机系的学生能叫基本全叫来了，就是网速太慢了。但是目前这点钱只能这样。等我融到资，先改变一下现状。但是我们黄木资本其实他对小刘，啊，干嘛呀？又是饮料又是咖啡的，心脏不要了？老板不喝顶不住啊！怎么样了？我们这个月的浏览量已经超50万了，新用户注册在7万人左右，会越来越多。等会儿眯会儿啊！谢谢老板。你说别人你喝那么多咖啡，晚上睡不着了？啊，李老板，这是 WFG 保险公司中方律师团寄过来的。哦，想什么来什么。起诉我，太棒了！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好好聊一聊。聊什么呀？我先洗个澡。今天就有人要起诉你的网站了。哎呀，有官司才能有热度嘛，好事儿。好事儿？你做生意的方法我真的不理解。有人找你打官司是好事，那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们做互联网和一般企业不一样，我们需要有热度，我们需要讲故事给投资人，当然要讲好。照你这么说，做生意并不需要实打实的东西，只要有热度、会讲故事就可以了，是吗？那今天有人找我们打官司，我们是不是要开香槟啊？我还真就不怕把事闹大，把事闹大就能引起更多媒体关注，有更多媒体关注，钱就来了。你甚至可以问一下你们红木资本的老大，看他对我的互联网有没有兴趣。我上了香港日报的新闻版，明天就会有更多消息，大家敬请期待。童子尿，你也不找个阿姨？找阿姨干嘛呀？我女儿现在就是需要我的时候，回头等我工作忙起来啊，就没空陪她了。到时候再把我爸妈叫过来。真羡慕你啊！羡慕我？你不是也快了？跟东升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开心吗？林夕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时钟系统和电源系统需要再优化一下，这样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功耗。
海潮，林光耀来了，说要找你。关耀总 ，Hello， 哎，坐，沙发上坐。当爸爸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特别好。很花时间吧？是，因为时间全给我闺女了。以前不当爸爸不知道，这当了爸爸之后发现，孩子是自己的，真的是命根子呀。你喝水。谢谢。所以，连李东升在领通开设了互联网部门，你也完全都不知道。这外面可都传开了，说领通准备转型做互联网企业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你是真的完全都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要先来找你？就是因为我知道林东升肯定是自作主张吃里扒外。海潮，我说白了，一直以来我投资领通，主要都是因为你，我从来没有看好过李东升。而李东升他自己呢，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，他一点都不靠谱。李东升居然做了个网站。主要是实在融不到钱了，原因嘛你也知道的。想用做网站的钱去补贴领通啊？他可真够聪明的，那我可得好好看看了，回头好好给他提提意见。他最近还惹上官司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有官司没关系的，正好有官司有热度。一北不也是有官司吗？不是，他这事瞒着张海潮呢。他肯定要瞒着海潮呀！海潮这种一心一意的人，怎么能接受李东升这种行为啊？可是他也瞒不了很久啊。瞒得了多久算多久，到时候他钱也用了，这互联网也成型了，对不对？这还有什么说的？这是李东升的网站。对，听说还抽了一部分你们技术人员去带学生，通宵达旦做出来的。页面不错。你站他那边的呀？我说要进这一轮，他不跟我谈，转头跑去弄了个互联网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我会去调查清楚的。不过，如果您给的条件足够好，我相信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任何事情都可以谈的嘛。张海潮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之所以投资领通，全都是因为你。李东升我是不认可的，周先生对他也很无语。他之前在美国干的那些事儿并不体面，正因为他的过去，领通融资才会受限。那既然受限了，我作为投资人，我提出严苛一点的条件，这也很合乎逻辑的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他背着大家在外面还干其他的事儿。关耀总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相信我们领通的 CEO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他的理由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我等你的消息。干嘛？好香。这有什么香的呀？这花都不香的。我说你香。谁啊？去看看。可以啊。爸，你还记得我这个爸呀？怎么着？就打算一直这么非法同居下去啊？哪有你讲话这么难听的啊？这样说自己女儿，什么叫非法同居啊？那你倒是合法同居一个给我看看呀！
你的意思是，你同意了？你现在主意老大了，我敢不同意吗？你少来了吧你！你还不是看最近东升做的不错，比较符合你心目中商业大佬的风范，你才同意的。传言我是不信的，眼见为实。副手，您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让您看看我的网站。是啊，一会儿林夕也过来，正好让东升给你们展示展示他最近在做些什么。他来干嘛？看网站呀，能来干嘛？行，看看，看看。真的做得不错哎，全中国第一个中英双语金融咨询网站，页面简洁，操作也方便，干得漂亮啊！嘿嘿，林夕说的对，做的是真好。那下一步怎么弄呢？提高热度，继续融资。提高热度，还是靠介入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内部机密来的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律师啊？你这么运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早想好了。哎，女儿，做的这么好，你们红木资本可以注资了。哟，红木资本又不是我开的了。不过注资嘛，可考虑。如果真的注资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提出很多要求啊？例如说，让你把芯片部门给分出去。我肯定不答应啊！哎，来吧。干嘛不答应啊？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精致的上海菜，我周东请你们，林夕怎么样？林夕走呗。海潮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糖醋排骨卖完了。是排骨卖完了，还是糖和醋卖完了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，我点的菜够了吗？嗯，够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肯定是排骨卖完了。运营一家公司，排骨就是钱，钱没了，糖和醋都没用。爸爸，你不要讲了。老高，之前账上的确不剩什么钱了，也就300-400万，下个月工资可能也发不出来了。东升这不是心疼你吗？所以你也是支持李东升吗？我是怕你分神。我现在不得不分神，林光耀已经找上门来了，他那明显是挑拨离间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他面前力挺你。无论怎么样，海潮，我先谢谢你相信我。东升，你要我真的相信你，就取消互联网部门。这怎么可以啊？没想到你今天叫我过来，是带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啊！啊！我记得当年呢，我好像讨债集团的，来了就向你要钱。我到现在为止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情形。那个时候我屁股还没挨着椅子呢，你就对我说，需要100个亿。我的天哪，吓得我呀，半天都没坐下，好像那个凳子上有钉子似的。哎，当时啊，这个投资方真的给你太大的压力了，而且一直在为难你。不过现在我们是可以给他们交代了，华源之星要上市了。嗯。哎呀，这就叫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！你还记得吗？4年以前，在集成电路实务战略规划研讨会上，领导是怎么说的？说是要用5年的时间建成2条8英寸的生产线。其实他当时这个想法已经是很大胆了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受西方封锁，又刚刚经历了908工程的失败。可是让我们最惊讶的是，从上海过去的江主任，他竟然说什么？说是在15期间，上海要建成10条8英寸的生产线。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在说梦话，毕竟是啊，过去16年期间，举全国之力才建成那么1条啊。是啊，还好这个江主任，遇到了我，不是吗？
是啊，谁让你是舰长大师啊？我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觉得集成电路在上海注定是要生根发芽的。这怎么说呢？我去了香港，香港是瞧不起我，所以不给我地。结果到了上海，上海市领导亲自接见我，带着我去考察浦东，而且告诉我，浦东的地，你看到哪一块，就随便哪一块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深深的就把我吸引过来了。领导通常都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做一些什么，而且能够验收，例如房地产这一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项目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短期之内真的是看不到它的成果的。是，领导真是不容易。宁愿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我说句实话，也是因为你引入了国际资本，我们避开了曾经的问题，没有被西方禁运，才有了今天这好几条8英寸的生产线，才让 IPO 成为了现在的可能。这都是你集结了当地的资本，咬着牙支持着一路走来，却看不到未来的集成电路，不是吗？毫无后悔之意呀！不，你这话就说错了。每次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也后悔了老多次了。是吗？我都不知道啊。海潮啊，排骨都没了，你让东升卖什么呀？弄一道新菜嘛，老正常的了。海潮，我这么做的目的你也很清楚，咱们得先活下去吧。比起活着，我更希望有信念的活着。这种都是空话，什么信念不信念的，啊？上海菜馆开不下去了，换个川菜也是可以的喽，哪怕是苏北菜，只要赚钱，都行。吃。啊？海潮，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，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。一家好的公司账上不能没钱。一旦换了赛道，尤其是容易赚钱的赛道，我们还能回头吗？那就不要回头了。爸，你后面不还有个局吗？你该走了，马上堵车了。我还没吃饱呢。那就去那边再接着吃呗。你走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敢答应你。一旦开了口子，有了贪欲，每个人的心思都会变异。我会拉回来的。唉，你们听我说啊，能不能这样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尽快想办法打开销售渠道。等我们有了订单，芯片部门融资就会更容易。销售渠道一时半会儿打不开。你生孩子这段时间，我打听了一圈，国内的手机企业习惯用国外的芯片。这是中国排前10的手机供应商，您看看，你的东西塞得进去吗？我们目前唯一的空间就是做组装机市场，便宜给农民公用。这些做组装机的人没有什么技术，我们不但要给芯片，还要完善一整套电路设计。不需要钱吗？我不需要做互联网吗？你想让我答应林光耀的条件？我但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走，我不会选这一条。半导体行业本来就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，缺钱很正常。用芯片融资，是你作为芯片公司 CEO 的职责。我们目前面对的市场就是这样，所有努力都是无用功。我李东升融不到钱，别人更没有可能。别这么武断，说不定那些投资人就是觉得我们东西。你行你去啊！你行你去啊！你融到钱，我放弃，行吗？你能做到吗？我愿意对赌，但前提是愿赌服输。
哎，海城，听说你跟李东升大吵了一架，因为互联网的事儿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东升那个网站做的还真挺棒的，你没看过吗？能否劳烦大家屈尊看一下图？我想想，欢叔，啊，还有你，如果杨教授知道你们为了互联网这么有美感的设计图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无动于衷的话，他得大嘴巴抽你们。互联网赚钱呗。我们做的是门槛很高的事情，门槛低的事情自有别人来做。能不能干点正事儿？东升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一心一意奔着理想去的人，往往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替我们那些工程师说两句啊，他们真挺辛苦的，基本都不怎么回家，就照在实验室待着。有用吗？能赚到钱吗？还好你机灵。行了，为我的贤婿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有眼光。你在这睡着了，别冻着了。回来了，一晚没睡吧？咱们回屋里睡去。没事儿，我给你蒸了鸡蛋呢，凉了，我给你热一下。你坐一会儿。我跟你一块吧。公司里的人都很支持东升，公司外的也支持啊。徐阿土跟欧阳先生去开派对了，这个时候李东升还没辩解，我挺意外的。以你对东升的了解，如果他互联网做得很好，估值也很高，钱越赚越多，你觉得他还会再做芯片吗？行动上会，但是心里应该不会吧？人性都这样，换我也会这样。因为他公司的员工都没有心思了，所以我们要尽快改变现状啊！我想过了，有2个人是最快有可能会给我们钱的，一个是薛阿土，一个是秦宇东。秦宇东已经投资了远航科技。远航科技公司里有什么猫腻，他肯定是最清楚的。他不捅破，无非就是不想让大家对半导体的发展失去信心罢了。他心中还是很有情怀的。像这样的人，最可能会给你支持。秦宇东投了我，
肖亚图怎么可能不放钱呢？哎呦，我的亲妹妹呀，你这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？好吃啊！真行。来了。哎，谢谢老板。慢用。哎，坐吧。哎，喝水。谢谢，坐吧。哎。海超，你来找我，我很惊讶。您是中国半导体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人，我是中国半导体设计领域未来的希望，我们能见面，不足为奇。可你是 CTO 啊，找我要钱的应该是 CEO。作为 CTO， 我才能让您更好地了解我们领通的技术优势。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